为了解决部分县市粪扫的问题环境部长彭启明5日这几天会开会讨论，嘛宣布讲4天内要来彻底解决问题。另外，伫南投县是有真侪粪扫山拢无焚化炉，县长嘛强调讲会以 BOT 的方式来起焚化炉，最近嘛来公布地点。 粪扫无种焚化炉，或者是掩埋场，是送到一寡所在来暂放。逐工累积嘛变成小山，粪扫堆伫居民烦恼卫生问题，嘛有可能有烧起来意外。防一支国内愈来愈侪粪扫山，环境部长彭启明礼拜日召集会议，讨论免怎气化，首要目标是处理外漏堆垒giảm低粪扫。 我们在四年内规划好，其中有53个厂目前有暂置垃圾，我们将完全依照标准的掩埋作业方式，或者是打包的方式来做处理。 环境部表示，粪扫处理是地方事务，但会来协助。嘛，确实发现有寡县市的逐人平均粪扫量是比其他县市悬，甚至有3倍差距。呼吁地方爱搁较积极资源回收，搁源头减量。无焚化炉的南投县县长柯淑华已经宣誓要推动。环保局表示，最近会来公布地点。是用 BOT 的方式，民间投资会开始规划，大概最近就会公布地点，我们就会开始做后续的环评、地变更等等的工作。但环保团体认为，这做法拢是颠倒并咧做。他们应该更强调源头减量的措施。 不然的话，如果垃圾量没有即刻的减少，环境部原本估12年就可以去把这个垃圾去化，我们觉得还有可能它还要需要更久。绿色和平指出，目前环境部投入后端处理粪扫的经费是17.7亿，开离源头减量煞无到1亿，认为应该离源头减量变得更较侪预算来推动，包括透过政策全面禁止店内使用免洗餐具，协助店头转换提供环保餐具等等的做法，对粪扫打包、兴建焚化炉等做法是表示遗憾甲可惜。记者林俊明、谢正林台北报道。